係，大家好啊！我係阿思思然啊。嗱，咁最近呢，有一項津貼嘅申請人數呢再創新高，咁亦都因為咁樣呢，都會有提出會唔會推出一啲優化措施嘅。咁究竟呢一類津貼係點樣嘅呢？咁同埋呢一類津貼係唔使入息審查，亦都唔使審查資產嘅，而長者呢，亦都可以申請嘅。咁如果得到呢一類津貼呢，亦都唔使計算做長者生活津貼入邊嘅入息或者係資產部分。咁究竟詳情係點呢？咁事不宜遲啦，先開始新聞嘅廊先啦。勞工處喺2024年7月推出為期3年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鼓勵連續3個月或以上冇從事任何獲得薪酬嘅工作嘅4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呢，投入就業市場。計劃嘅反應十分理想，喺截至2026年嘅6月已經錄得超過81000個參加者，同埋接近51000個嘅就業個案。其中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同埋女性呢，就分別佔1/4同埋大約60%。勞工處同時都推行中高齡就業計劃，鼓勵僱主聘用4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並且提供在職培訓。截至2025年年底，再就業津貼計劃呢，獲批嘅津貼個案已經達到超過2萬宗，總數就係20255宗。每個合資格嘅參加者喺連續完成6個月嘅全職工作，可以獲得1萬蚊嘅再就業津貼；而連續完成12個月嘅全職工作後呢，就可以再獲得1萬蚊嘅津貼啦。咁而兼職工作可以獲得半額津貼。計劃嘅推行期間，每名合資格嘅參加者可以獲得再就業津貼嘅上限呢，就係2萬蚊。咁喺呢一度呢，思思然就幫大家整理咗一個表格啦。咁提大家啦，咁其實再就業津貼呢，申請嘅人數呢係冇限制嘅。一個家庭入邊係可以多於1個人申請再就業津貼嘅。咁再就業津貼最高單人就2萬蚊啦，2個人就係4萬蚊，如此類推。咁而其他津貼項目呢，咁就係長者生活津貼1人份量4345蚊啦，長者生活津貼2人份量就係8690蚊。咁而長者生活津貼每月入息限額，單身人士就係10900蚊，而夫婦呢就係16680蚊。而資產限額方面，單身人士就係415000，而夫婦呢就係63萬。咁提多一次，喺申請再就業津貼嘅時候係無需要進行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另外，高齡津貼生果金1人份量就係1675蚊，高齡津貼生果金2人份量就係3350蚊，普通傷殘津貼就係2140蚊，高額傷殘津貼就係4280蚊。單身健全成人綜援標準金額就係3055蚊，單身健全長者綜援標準金額就係4345蚊，單身殘疾程度達到100%長者綜援標準金額就係5245蚊，單人綜援需要經常護理長者綜援標準金額就係7385蚊。咁以上就係最新嘅津貼金額啦。咁同埋提多大家一次，如果你係正在領取以上無論係長者生活津貼啊、綜援等等嘅人士呢，其實都可以申請再就業津貼嘅。而申請再就業津貼嘅時候呢，係無需要進行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呢一項再就業計劃規定咗參加者喺登記參加計劃嘅之前呢，就要連續3個月或者以上冇從事任何獲得薪酬嘅工作，咁就可以鼓勵潛在嘅中高齡人士呢，咁就投入勞動市場。而勞工處呢，亦都進行緊再就業計劃嘅中期檢討啦。咁就會探討鼓勵中高齡人士嘅就業合適嘅措施。咁呢一個再就業津貼最高就係單人2萬蚊啦，2個人就係4萬蚊，如此類推。家庭申領嘅人數呢係冇上限嘅，按每個人頭發放啦。咁而另外社署本身佢有各類唔同類型嘅津貼項目，有部分呢就需要通過經濟審查啦。咁而每個津貼呢都會有唔同嘅申請資格嘅要求。咁喺呢一度呢，再就業津貼呢，其實對於唔同類型嘅津貼都有相關嘅條款。咁首先呢，就係介紹翻再就業津貼喺長者生活津貼嘅條款啦。咁長者生活津貼呢，就係旨在為本港65歲或者以上有經濟需要嘅人士，而喺入息同埋資產冇超過既定嘅限額嘅長者呢，就提供每個月嘅特別津貼。咁呢一個再就業津貼呢，假設獲得2萬蚊嘅再就業津貼都好啦，咁呢2萬蚊呢，就唔需要計算做長者生活津貼之下嘅入息同埋資產嘅，亦都即係參加呢一個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而獲得2萬蚊津貼呢，都唔會影響到長者生活津貼所領取嘅金額啦，同埋資格唔會受到影響嘅。另外就係在職家庭津貼啦，咁在職家庭津貼亦都即係職津啦，咁就旨在鼓勵自力更生啦，
職津計劃入邊嘅申請人係以住戶為做單位啦，申請嘅住戶達到指定嘅工時要求，亦都符合入息同埋資產限額呢，咁就可以申請職津計劃領取津貼㗎啦。咁呢一個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所獲得嘅津貼呢，係唔需要計算做申請職津時候嘅住戶入息嘅。另外就係綜援計劃方面啦，咁綜援呢，就係旨在向有需要嘅人士，無論係個人或者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令到佢哋嘅入息達到一定指定嘅水平，以應付生活上邊嘅基本需要。咁綜援嘅申請人係必須要符合居港嘅規定呢，同埋通過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咁呢一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如果獲得再就業津貼，就算係獲得最多嘅2萬蚊都好呢，都係唔需要計算做綜援計劃之下嘅入息同埋資產嘅，亦都即係嗰2萬蚊唔使當去綜援入邊嘅入息啦，亦都唔使當喺綜援審查入邊嘅資產，亦都即係綜援受助人所領取嘅綜援金額呢，係唔會受到影響嘅。另外提一提大家，嚟緊呢就將會推出呢一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過渡在職家庭津貼試驗計劃，就會喺2026年10月1號開始推出。咁由10月1號或者之後離開綜援而過渡到去在職家庭津貼而申請職津嘅合資格住戶呢，咁就可以喺試驗計劃入邊獲得總額高達45000蚊嘅現金獎勵。咁翻嚟討論翻再就業津貼先啦。咁其實呢一項計劃呢，就係需要年滿40歲或者以上呢，可以喺香港合法受僱，同埋參加呢個計劃之前喺香港已經係連續3個月或者以上冇從事獲得任何薪酬嘅工作啦。咁當參加呢個計劃而又成功返工呢，咁只要連續完成頭嗰6個月嘅全職工作，就可以獲得最高1萬蚊嘅再就業津貼啦。咁之後由第7到第12個月都繼續工作，滿咗12個月嘅全職工作呢，咁就可以再獲得最高1萬蚊嘅再就業津貼。而兼職工作呢，都可以獲得半額津貼。咁每名合資格嘅人士呢，最高可以獲得2萬蚊嘅再就業津貼啦。咁參加嘅過程呢，就喺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嘅官方網站呢，就進行登記，亦都可以由勞工處委聘嘅服務機構協助登記啦，或者係遞交紙本嘅登記表格。咁網上登記呢，就可以留意翻熒光幕所顯示嘅網址，可以進行網上登記啦。記住登記完之後，喺揾工而又成功返工嘅第1個月內呢，就要向翻勞工處申報成功就業嘅。又或者你參加呢個計劃揾到份工之後，個過程期間曾經轉工呢，喺轉換新工作嘅1個月內呢，都係要申報轉換工作嘅。咁喺完成合資格嘅僱用期，即係第6同埋第12個月之後呢，就要申請發放津貼啦。申請人係必須要符合所有申請資格啦，就係包括申請計劃之前已經係連續3個月冇從事薪酬工作啦。咁如果本身之前冇登記過呢個計劃而又直接揾工，咁如果直接翻新工嘅第1個月內呢，都係要補辦翻登記手續咧，同埋申報就業。如果超過咗翻新工嘅第1個月，就唔可以提出申請㗎啦，因為呢個已經係過期嘅申請呢，就唔會受理嘅。而參加者成功就業，無論係新返工或者係過程期間轉工都好呢，都需要喺入職後嘅第1個月內就填寫一張申報就業表格，向勞工處作出報告。咁如果過咗第1個月而又冇申報就業嘅話呢，咁呢一個就唔可以申請再就業津貼㗎啦。咁如果申報咗就業之後，喺申請第1期津貼，亦都即係連續完成頭6個月嘅工作之後，又或者係第2期津貼，就喺連續完成第12個月嘅工作之後呢，咁就要喺完成第6或者係第12個月嘅2個月內呢，就填寫再就業津貼申請表格，向勞工處遞交領取津貼嘅申請啦。咁但係記住，呢2期津貼呢係必須要分開申請嘅，就唔可以喺12個月之後一次過申請2期嘅，係唔得嘅，係要喺第6同埋喺第12個月要分開2期做申請嘅。同埋記住，如果超過咗2個月都冇提交申請嘅話呢，咁都係過期申請，就不會受理嘅。咁喺呢一個計劃，全職工作嘅定義就係按連續性合約受僱，而每個星期工作至少30個鐘呢，咁最高呢就可以獲得2萬蚊嘅再就業津貼啦，亦都即係全額津貼啦。咁而兼職工作就係指按連續性合約受僱，而每個星期工作少於30個鐘呢，咁就可以獲得最高1萬蚊嘅再就業津貼，咁就係半額津貼啦。咁而佢連續性合約嘅定義呢，就係受僱於同一僱主4個星期或者以上呢，而每個星期工作至少17個鐘，或者係每個月喺呢一個僱主嘅工作時數唔少過68個鐘，咁呢個就為之兼職工作啦。另外就有關散工方面啦，合資格嘅散工呢，就係按非連續性合約受僱啦，
咁每連續30日內嘅總工作時數咧達到72個鐘咧，咁就會被視作符合兼職工作嘅定義啦，咁就可以獲得最高1萬蚊嘅再就業津貼，亦都即係半額津貼啦。咁如果散工而每連續30日嘅工作時數總共咧就唔少過128個鐘咧，咁就會視作符合全職工作嘅定義啦。咁而散工計算咧就可以每30日內咧計算喺唔多過5個僱主之下嘅總工作時數。咁如果達到呢個散工每個月有128個鐘咧，咁都係可以符合最高2萬蚊再就業津貼嘅資格。記住喺成功返工之後嘅入職後嘅第1個月內咧，就已經係要申報成功就業啦。如果唔係咧，就唔符合領取津貼資格啦。另外就要喺連續完成第6個月嘅工作之後，喺2個月內咧就要填寫正式嘅津貼申請表格。如果過期咧，都係冇得攞津貼嘅。跟住第2期津貼咧，依然都係啦。完成第12個月嘅工作之後嘅2個月內咧，就要向勞工處申請領取再就業津貼啦。如果過期咧，同樣都係不會受理嘅。咁而入職後可以提交嘅證明文件咧，例如係工作證明啦、僱傭合約啦、出人工嘅工資記錄啦、出勤記錄啦、員工證件等等啦。咁如果冇任何文件證明咧，僱主都可以喺申報就業表格入邊嘅第2部分簽署啦，咁就可以協助參加者去確認受僱資料。咁而參加者喺提交正式嘅再就業津貼申請表格嘅時候咧，係需要提供工作證明俾勞工處審批嘅，包括出糧記錄啦、出勤記錄啦、強積金供款記錄等等，或者係由公司提供嘅其他書面證明啦。咁如果參加者未能提供相關文件呢，咁就可以遞交由僱主簽署嘅僱主聲明書，就作為受僱證明。而呢個計劃如果參加嘅期間你係成功申報咗就業啦，咁但係喺過程期間如果有轉工嘅呢，咁而當中離職後至到新返工嘅之間中短嘅日數唔超過30日呢，咁呢呢一個計劃參加嘅嗰個受僱連續性呢，就唔會受到影響㗎啦。咁但係記住，都係返新工嘅第1個月內就要呈報返成功就業啦。咁但係如果2份工之間中斷日數超過30日呢，咁需要累積嘅僱傭期呢，就需要重新計算啦。咁如果對於呢個計劃有任何查詢呢，可以致電計劃嘅熱線21160131，或者係23977277去查詢，亦都可以直接去到勞工處各區嘅就業中心去領取表格、提交申請等等。咁而呢個計劃最近喺施政報告嘅討論入邊呢，都有提過唔同嘅論點嘅，例如話當局可唔可以考慮提高有關再就業津貼嘅津貼金額啦，咁就可以提高個吸引性啦。又或者喺指定需要人手嘅行業去提供額外嘅獎勵金。如果參加呢個計劃嘅人士成功向指定嘅計劃求職同埋成功就業呢，可以獲得額外嘅獎勵金呢。另外就係喺登記計劃之前需要連續3個月或以上嘅失業或者冇獲得任何薪酬工作，呢一個條件呢，其實都較為長嘅，可唔可以縮短呢？例如話縮短成為1個月啦，又或者係分對象會有所放寬。例如，如果達到60歲或者以上呢，就唔使計算離職期，只要喺離職之後直接申請參加呢個計劃，而喺新返工嘅第1個月內申報就業啦，就已經係直接計算合資格申請，而唔使隔3個月嘅失業時期呢。因為始終按高齡人士呢有所放寬呢，其實都係一個酌情處理啦。另外，坊間都有個討論就係會唔會將呢個再就業津貼嘅申請歲數放寬。例如話15到39歲嘅人士都可以申請再就業津貼呢，不過就只可以申請1期啦，或者係領取半額津貼呢。咁以上嘅討論呢，雖然係未知之數，但喺社區入邊呢已經有所討論。咁希望呢啲嘅討論呢係可以幫助到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進行檢討嘅時候呢，可以多啲分析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先啦。記住訂閱司徒文頻道啦，讚好影片同埋分享影片俾有需要嘅人睇啦。原來呢一個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嘅申請人數再創新高啦，亦都可以幫助40歲或者以上，無論係45歲、50歲、55、60、65歲或以上嘅人士呢，原來都係喺呢個計劃入邊獲得幫助嘅。咁所以如果你正正就係失業，已經有連續3個月呢，而有40歲或者以上呢，咁司徒呢都鼓勵大家參加呢個計劃，跟住就盡快求職，同埋記住喺返工嘅第1個月內呢，就要申報就業，向勞工處申請參加呢個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跟住就喺做滿第6個月同埋喺第12個月嘅時候，
就要填寫正式嘅津貼申請表格去領取津貼啦。好，咁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晒大家，拜拜。